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月初1，先甲大家新年恭喜。所罗门的传道书开头就安尼讲明，万事拢有定期。但是现代人，咱看到冬天袂寒，热天袂热的情形，咱拢讲是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。温室效应的产生，是因为人类过度排放废气，造成这个臭氧层来破坏所引起的。咱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：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价子啦吼。这就是安尼意思吼。是啦，正常来讲，一切的事物，春夏秋冬拢有伊的定时。春天过了，夏天就来；秋天过去，冬天就来。旧的过去，新的就会来。传道书就是安尼讲吼，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3节，所罗门王的话吼。天下万项事拢有伊的期，事事拢有伊的期。生有时，死有期；栽种有期，所栽种的有时，台有时，医好有时，拆毁有时，起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伤有时，跳舞有时。东方有时，奔放有时，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，憔悴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存有时，放肆有时，拆有时，补有时，静有时，讲话有时，听有时，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，做工的人。对伊所落落拍拼的有得到什么？我有看见上帝互世间人陪同大，互因袂当轻盈。上帝互伊所做的一切下因的事拢真好，佮将永远这个概念下伫人的心。毋过，上帝对头到尾所做的人袂当了解。我知人活地上好是快乐，佮做好事，人嘛食嘛啉，享受伊拍拼得到的，伫伊一切所落落的来享受，这嘛是上帝所赏赐。对基督信仰来看，生命的境况无论怎样，拢会过去。咱会期待，咱所迎接的是新的愿望。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新的生命、新的希望、新的天、新的地。末日耶稣基督过来，伊要做王，并且按照咱的生命、咱的行为来做判断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，人子做王来带正天使来临的时阵，伊会坐伫荣耀的宝座，地上万民拢会聚集伫伊的面前，伊将因分做两边，亲像牧羊的将绵羊甲山羊分开，甲绵羊安排伫正边，山羊安排伫倒边。后来王会甲正边的人讲：来，恁才会受我的爸祝福的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。因为我腰恁有互我食，我喙焦恁有互我啉，我做出外人恁有甲我收留，我赤身裸体恁有互我穿，我破病恁有甲我照顾，我伫监内恁有来探我。迄时义人的应讲：主啊，我什么时阵看到你要互你食，喙焦互你啉？什么时阵看到你做出外人，甲你收留，赤身裸体，互你穿？什么时阮看到你破病，还是监内底
阮有去探你。王的应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中间最微细的一个，就是好款待我。后来王会甲倒边的人讲，这会受咒诅的人啊，离开我，入去为着魔鬼甲伊的使者所陪伴，永远的火内底，因为我腰恁无互我食，我喙焦恁无互我啉，我做出外人恁无甲我收留，我赤身裸体恁无互我穿，我破病还是伫家里恁无来探我。迄时恁嘛会应讲主啊，我什么时阵看到你腰喙焦做出外人赤身裸体破病，还是伫家里，我无甲你照顾。王会甲因讲，我实在甲你讲，恁若无安尼来对待上微细的一个，就是无好款待我。这个人会受永远的刑罚，总是义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咱伫新的一年开始时阵，迎接救阮的新生命，上帝所赏赐的新天新地，亲像伫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6节，约翰所提到的。后来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甲前的地已经拢过去，海嘛无去。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下落来，亲像新娘装塔好势，迎接丈夫。我阁听见有大的声对宝座出来讲：看上帝火舞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因要做伊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伊要拭去因的目屎拢总的目睭拢总的目屎，无过有死实，嘛无过有哀伤嚎叫痛痛，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，看我将万物拢换新。伊阁讲，着写起来，因为这个话真实可靠。伊甲我讲完成啊！我是阿尼法甲欧米伽，我是开始甲结束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，对囡仔到婴仔喙唱出来。你起造要塞，封闭敌人，要消灭对敌，消除对忧愁。看到你亲像所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、星星啊，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。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。你予伊比天使小看较低。你赏赐阳光尊贵做花冠，甲伊伫的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。你予伊有宽平支配一切。一切的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物，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主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。感谢主赏赐阮有新的愿望，伫新的一年继续领受你的保守甲祝福。感谢你所赏赐阮应允拢成就。互阮无搁再纪念过去，只要专心仰望新的祝福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